各位，多個海灘近日有大量海岸垃圾，行政長官梁振英率領官員去到大嶼山清理，執到1350公斤嘅垃圾。梁振英話會同內地跟進垃圾衝嚟本港嘅問題，亦都呼籲市民由源頭減廢。行政長官梁振英同多名問責官員等大概60人去到大嶼山水口一個海灘清理海岸垃圾，包括木板、樹枝同埋餐具等。之後由食環署運走。你哋辛苦啦，唔緊要。環保署話，上個月20號開始，發現有8個康文署轄下泳灘同埋沿岸地區有大量海上垃圾，係往常夏季嘅6至10倍。估計同珠江沿岸省市發生嚴重水災，將垃圾沖到大海有關。冇辦法啦，因為潮漲咧，將啲垃圾推埋嚟咯。膠嘅多，有膠杯啊、包裝用品啊。政府話近幾個星期嘅情況比較特殊，會同廣東省協調點樣改善。我哋都會係喺計劃咧，會同天文台同相關嘅部門咧一齊去更加去了解呢方面嗰個未來嗰個方向。亦都包括咗咧同廣東省一齊多啲去協調。有好多內地嘅家居嘅垃圾咧衝咗嚟香港，呢個呢，我哋會同廣東方面咧一齊跟進處理嘅。香港同埋廣東咧過去喺環境保護方面咧嗰個合作係相當好嘅。佢又希望市民做好源頭減廢。頭先我哋執嘅垃圾當中呢，絕大部分係一啲包裝紙、紙盒飲品、膠樽等等。咁所以呢，我哋環保方面嘅工作呢，一直呼籲大家源頭減廢。環保組織就發現啦，有唔少垃圾都掛咗喺紅樹林上面，亦都發現過去幾年啦，紅樹林嘅面積有所減少，擔心長遠落去啦會影響生物多樣性，希望政府加強喺自然保育方面嘅工作。無線電視記者單景惠報導。有環保團體建議當局促請內地省市喺河道加設浮欄，阻止垃圾衝入大海再飄到香港。有環保組織上個星期初喺大嶼山稔樹灣沙灘發現大量垃圾，包括膠樽、印有簡體字嘅包裝袋，甚至係針筒等等，引起關注。嗰個組織更加發現喺珠海愛伶仃島有垃圾山，懷疑兩者有關聯。政府承認部分海灘同埋沿岸地區嘅垃圾量較舊年夏季多，其中今個月1到9號，康文署同埋食環署一共收集到大約78000公斤海上垃圾。有環保團體話出現大量海上垃圾，相信同珠江沿岸省市發生嚴重水災有關。香港嘅西北邊咧就有一個珠江河口，咁如果喺珠江河沿住嗰個珠江河嘅好多唔同城市咧，都有呢啲暴雨嘅影響咧，咁其實好多佢哋嘅垃圾啦，都會跟住嗰啲洪水咧，就會飄到嚟香港嗰個西邊嘅水域，咁一路落到去南邊啦，大嶼山啊，或者係香港島附近一啲離島啊嘅南邊嘅海灘咧，都會比較受到呢啲海洋垃圾嚴重啲嘅影響嘅。佢希望透過港府同埋內地協調，改善內地河道配套，導致垃圾免入河流，再衝入大海。即係譬如係安裝一啲浮欄咧，有機會都可以幫手堵截咗一啲河流上面嘅垃圾啦。又或者係城市入面嘅雨水渠嗰啲設計，點樣去截住啲垃圾力漂浮垃圾？最主要佢喺面頭嗰陣去漂流嘅，咁去即係喺面頭嗰陣去加啲浮欄，去即係隔住咗一定個範圍嗰個海洋垃圾。政府下晝發新聞稿話，研究發現超過80%海上垃圾源自本地陸上，會探討喺泳灘同埋其他康樂場所安裝更多飲水機，令到泳客減少用即棄水樽。無線電視記者劉俊安報導。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話：未見內地人嚟香港置業多咗，又反駁樓市轉勢嘅講法，重申目前冇條件減辣。陳茂波發表網誌話，今年上半年本港住宅嘅成交量唔夠2萬宗，較舊年同期減少38%。對於外界引述差餉物業估價署住宅售價指數連續2個月回升，話樓市已經轉勢，陳茂波反駁話呢一啲係滯後嘅數據，反映3、4月嘅情況。
而地產代理嘅數據顯示，過去2個月嘅樓價亦都只係窄幅拉腳。佢又反駁有按揭經紀公司話，最近內地人嚟香港買樓有回升趨勢。話根據掌握嘅資料，過去3個月非香港人置業，亦都只係佔整體成交宗數嘅2%，未見有明顯上升。至於近日有市場人士推測英國脫歐會導致部分資金轉投本港樓市，陳茂波話對講法有保留，又重申目前冇條件減辣。佢話市場上嘅資訊十分複雜，有時流於片面，有意買樓嘅市民要小心分析，冷靜判斷。政府會繼續保持穩定嘅房屋土地供應，亦都會繼續密切留意市況，沉着應對，唔會因為短期嘅波動而自亂陣腳。無線電視記者吳偉偉報道。中國自主研製嘅太空實驗室天宮2號運導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預計喺9月升空，將先後同載人同貨運飛船對接進行多項實驗。預定9月中升空嘅天宮2號，星期六由北京運抵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展開組裝同測試。天宮2號喺太空期間會同10月升空嘅載人飛船神舟11號，以及出年4月升空嘅貨運飛船天舟1號對接，進行10幾項太空實驗，包括3個香港中學生獲獎實驗項目，並驗證航天員中期駐留、補加推進劑等嘅太空站工程技術，為中國未來建立太空站奠定基礎。將來空間站在軌飛行時間更長，那麼很多東西需要進行維修，要更換，所以通過這個天2專門搭建了一個在軌維修的一套系統。天宮2號結構同大細同天宮1號差唔多，並加以改良，能夠支援2個航天員工作同生活30日，使用壽命2年。至於神舟11號已經完成出廠測試並選定執行任務嘅航天員。無線電視記者姚嘉欣報導。民主黨公布9月立法會參選名單，除咗喺5個地方選區出選之外，亦都派出2個人喺超級區議會度角逐。另外，街工嘅現任議員梁耀忠會轉戰超級區議會。民主黨舉行誓師大會，宣布9月立法會選舉會派出8張名單參選，多名現任立法會議員，包括主席劉慧卿、何俊仁、單仲偕都排喺名單第2位，表明希望第2梯隊接棒。又形容今屆係創黨以嚟最嚴峻嘅選戰。我相信如果換晒7個人呢，有啲市民就唔中意㗎啦。有啲市民覺得民主黨係應該有分啲有經驗嘅，又有啲新嘅，咁所以呢，我相信都係揾到個幾好嘅平衡嘅。5個地區直選各有1張參選名單，其中許智峰、尹兆堅、林卓廷首次排喺名單首位，而黃碧雲、胡志偉分別喺九龍西同埋九龍東爭取連任。至於涂謹申、鄺俊宇就會分2張名單出選超級區議會議席，區諾軒就會出選批發及零售界。劉慧卿又話：今次派出2條名單參選超級區議會嘅議席係已成定局，即使最終泛民未能夠協調名單，民主黨都唔會退選。至於現任議員梁耀忠決定循超級區議會出選，而佢目前嘅新界西議席則由街工另一成員黃潤達出選。梁耀忠擔心泛民喺超級區議會未能夠協調，票源會唔夠集中。因為我哋知道嗰個嘅票源裏邊嚟講話咧，泛民主派都唔可以得到4隊，即係能夠可以獲選咗，咁所以我都期望係3隊。不但係好可惜啦，我哋協調當中唔能成功，咁因無可奈何。現任經民聯議員梁美芬亦宣布喺九龍西角逐連任。曾經喺今屆區議會選舉入邊輸俾梁美芬嘅青年新政游蕙禎，連同另一成員黃俊傑同埋東九龍社區關注組陳澤滔，則合組聯盟派出3張名單，分別出選3個地區。無線電視記者張家豪報導。馬季薩科全日投注18億幾，比舊年多近8000萬。今季最後一個賽馬日喺沙田馬場舉行。雖然天氣酷熱，不過唔少馬迷都嚟碰下運氣。成個馬場都逼滿人。有馬迷話：今季嘅投注額少咗，因為全世界經濟唔係咁好嘛，即係啲人咧慳錢，同埋咧買細啲咯。咁你在唔在意嗰個輸贏咧？我唔在意嗰樣嘢，輸贏就係咁。有內地旅客就同太太嚟湊下熱鬧。今日係最後一場嘛，大家睇下咯，好熱鬧咁樣咯。係啊，買咗幾多啊？
唔係幾多啦，揾下咯，幾百啊、幾十蚊咁樣咯。騎師喺場上較勁，有親友亦都嚟到支持。好刺激啦！睇我唔係咁識睇咯，10蚊啫。10蚊啊！咁會唔會自己都落注買埋一份？有嘅，少少。幾多錢到？玩下啫，刺激啊嘛！唔買唔刺激。馬季薩科日一共有11場賽事，錯過咗就要等到9月3號新一馬季開鑼。無線電視記者黃德蘭報導。新聞報導完，再見。